Hā-kùi Ha 白話字課本兒童故事冊第一冊tân Kong-hui phian-tù第15篇時鐘的修理。一個山內人去雞園佚佗，看到逐項都真稀罕，特別看到時鐘真新色，一個對仔喊一個，喊一個，兩支針漸漸會煞位，有時陣鏘鏘叫，真好聽，講是要叫人停困，也是要叫人食飯。伊買一個介大的倒去，山裡的朋友攏來看，真稀罕。總是有一日，迄個時鐘害去，對仔袂害，針袂煞位。伊就把對仔甲兩支針摕去迄間時鐘店講：師傅啊，甲你買的時鐘害去啦，摕來要拜託你修理。來，我看覓咧。伊就對袋仔摕對仔甲針出來，講：這個對仔袂害，這兩支針袂煞位。師傅講：毋是這個家己咧害，咧煞位，是內面的機械咧互因害，互因煞位。遐個機械無摕來，袂修理得。人毋是骹甲手會做好事，是心內得要緊。咱着對心底有信仰，來誠做心內細正的人。耶穌救贖咱心清氣，咱着行好事來榮光伊。